第一位洪錦元議員。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各方介紹咗咁多嘅資料咧，就等我哋進一步認識。咁啊，政府喺促進殘疾人士就業同埋支援服務方面咧，做咗真係相當多嘅事情。我第一個問題就都想了解就係殘疾人士嗰個失業率嗰個嘅情況，依家可唔可以俾翻一個最新嘅數據我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喺文件嘅第13段咧入邊都指咗出嚟，社署就透過創業展才能嘅計劃去提供啟動嘅基金，資助合資格嘅機構開設小型嘅企業同埋業務，以市場導向嘅方式，直接為殘疾人士創造更加多嘅就業機會，從而改善殘疾人士嘅就業情況。咁呢一個嘅計劃咧，就喺舊年2025年8月份推出咗一啲新嘅優化措施，包括擴大申請嘅資格、放寬租約嘅要求，同埋延長薪金嘅資助期等等。我想問下咧，就係呢個優化咗之後咧，係咪增加咗殘疾人士嘅就業機會，同埋增加咗幾多？另外咧就係第三個問題，財政預算案入邊都提出嚟咧，就將會大力推動 AI 同埋數位嘅經濟，預留咗5000萬咧去推動 AI， 即係全民 AI 嘅培訓。請問殘疾人士點樣可以受惠？多謝主席。好，局長3個問題。主席我哋先請勞工處同埋社署去講頭兩個問題先。先請勞工處。好啊，勞工處。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嘅提問。咁咧，根據翻統計處最新嘅統計調查啦，咁喺2020年咧，咁就喺殘疾人士方面咧，就會有殘疾人士咧就會有個人口咧就有50多萬人啦。咁而佢哋嘅失業率咧就大約係11%嘅。呢個係2020年啊？係啦，因為主席係因為我補充少少啦，因為咧就係佢即係殘疾人士咧，佢哋係用一個特別嘅調查去統計翻殘疾人士嗰個失業情況嘅，咁就並非係一般我哋每3個月做嗰個失業調查嚟嘅。主席，我補充一點，因為呢個其實有唔同嘅界定殘疾人士係邊啲先算係嘅。咁呢個就係根據統計處有一個嘅指定嘅一個題目嘅一個調查咧，喺2020年嗰陣時做。咁嗰陣時就有一個嘅失業個數字出嚟，就係50幾萬人。咁又所以呢個就同我哋一般理解個失業率每一季會有一個嘅又有少少唔同嘅。好，跟住我請社署嘅同事講講創業展才能嘅問題。好啊，或者我介紹一下呢個創業展才能計劃啦。咁咧呢個創業展才能計劃咧，我哋咧係會以一個市場導向為主嘅方式啦，直接就為殘疾人士創造更加多嘅就業機會。每一個申請咧，我哋咧可以俾佢哋要即係有一半嘅崗位咧係會聘請殘疾人士嘅。咁我哋舊年咧都放寬咗嗰個我哋個計劃嘅一啲嘅措施啦，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有更加多嘅申請。咁咧因為咧我哋所批嘅嗰啲申請咧，佢哋都要有一啲佢哋個業務咧，因為全部都係啲新嘅業務嚟嘅，咁都需要一啲嘅籌備期啊咁樣。咁我哋俾佢哋嘅籌備期咧都最長都有有6個月啦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見得到嘅咧就係即係佢哋全部都係會有一啲嘅殘疾人士嘅職位啦，但係咧佢哋因為個業務未開始咁咧呢度咧我哋咧就未話即係有一個好確實嘅數字。不過咧就即係呢個計劃自開展以嚟咧，咁咧我哋已經已經成立咗有大概150個唔同性質嘅業務啦。咁咧開咗累積咧都總共創造咗大概1460個職位，當中咧有1020個咧係專為殘疾人士而設嘅，咁佔咗總數大概係70%嘅。咁而聘用嘅殘疾人士咧，亦都包括咗精神復原人士啦、智障人士啦、肢體傷殘人士啦、自閉症患者啦、視障啊、聽障啊呢啲都有嘅。咁局長 AI 嗰度有冇補充？主席，我哋暫時未有補充住。好。